喺呢個變得越嚟越快、越嚟越陌生嘅香港，昔日陪伴我哋成長嘅熟悉味道，一間又一間咁靜靜雞消失。每一間結業嘅餐廳都唔單止係一個招牌消失咁簡單，而係連同我哋嘅回憶、故事同埋情感一齊慢慢被沖淡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返去90年代，找尋過去曾經陪伴香港人成長，但係而家已經消失咗，最覺得可惜嘅6間餐廳。咁喺正式開始之前，首先要慶祝一下先，今年一個人 TV 終於接到第一單廣告啦！為咗 keep 住靈感去整片，我有時都會去唔同嘅國家體驗唔同嘅文化生活。不過講起旅遊，你有冇試過一落機 WhatsApp 收唔到，仲要排隊買 SIM 卡，買到張卡又要揾支針篤張舊卡出嚟，又要揾地方收好原本張卡。有次我就真係試過整唔見咗原本張 SIM 卡，搞到要俾錢重新申請返一張，真係諗起都覺得煩。直到有一次我發現咗 Sally eSIM，先發覺原來旅遊上網係可以咁簡單嘅，落機即刻有網絡，唔需要實體卡，只需要下載安裝 Sally，揀咗目的地同埋相應嘅數據 plan，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喺190個唔同嘅國家上網，暢通無阻，唔需要插卡，唔需要排隊，唔需要再揾 WiFi，仲可以保護你嘅個人私隱，block晒啲惡意廣告，而且佢仲好 user friendly，支援 iPhone 同埋 Android， 仲有全天候客服，唔識都有專人幫你搞掂。而家即刻下載 Sally Apps， 結賬嗰陣記得用我嘅優惠碼溫亞佳，或者撳入去下面嘅資訊欄同埋留言區嘅 link https://sally.com/溫亞佳，即刻可以享有85折嘅獨家優惠。出走世界 ，Sally 一張 eSIM 就搞掂。熱帶雨林餐廳，熱帶雨林餐廳係以熱帶雨林為主題嘅美國親子連鎖餐廳，喺1998年喺又一城商場開業，一時成為熱話。嗰陣每逢星期六日，餐廳外面一定會排晒長龍，閒閒地都要等成粒鐘先入到去食，認真誇張。餐廳入邊可以揾到好多野生動物嘅擺設，例如大象、斑馬等等，仿如置身於森林之中。我仲記得門口外邊有隻2層高嘅長頸鹿，印象最深刻係入口入邊嗰隻鱷魚，嗰陣真係有俾佢嚇親。場入邊嘅燈光同埋其他裝飾更加會喺唔同嘅時段產生變化，餐廳亦會利用閃光燈、擴音器等等嚟模擬閃電同埋行雷嘅效果。當年屋企人就曾經帶過我去熱帶雨林餐廳，嗰日食過啲乜嘢就真係冇乜印象啦。不過餐廳入邊嗰啲識喐嘅動物、行雷閃電嘅效果，嗰種新奇興奮嘅感覺，直到依家我都仲有記憶，成個體驗都好開心難忘。可惜嘅係熱帶雨林餐廳喺2003年租約期滿之後就冇再續約，從此就喺香港消失，而佢嗰啲動物擺設就被廢置喺大蛇灣村嘅廢墟之中，真係有啲唏噓。超人餐廳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沙田新城市廣場曾經出現過一間超人餐廳？喺2000年開業，以鹹蛋超人為主題嘅超人餐廳，入面擺放咗多個超人公仔同埋怪獸嘅燈飾，係美心集團旗下嘅餐廳，並且從日本買下咗 Ultraman 超人嘅版權。入面嘅裝飾 M78 星雲、一眾超人塑像、1:1嘅吉田腳等等，都係由日本總店運到。而喺食物方面，佢用各種食物砌成嘅超人招牌菜亦相當有趣。當然呢啲菜式喺我哋大人眼中睇返，就有少少呃細路嘅感覺。不過至少真係呃到細路，個個小朋友入到去超人餐廳都食得好開心。咁其實就值回票價㗎啦。另外值得一讚嘅係，餐廳入面嘅侍應都穿着地球防衛隊嘅制服，都算係好有誠意。好可惜佢只係開咗短短唔夠2年，就喺2002年結束營運。超人亦從香港返返去佢嘅故鄉光之國，希望有朝一日超人可以返返嚟香港探下我哋香港人啦。Wendy's 本身係美國連鎖速食品牌，由 David Thomas 喺1969年於美國創辦，吉祥物為 Wendy's 姐姐。咁餐廳嘅形象同埋店名都係嚟自創辦人嘅女兒 Wendy Thomas。而喺1982年 Wendy's 首次進軍香港，當時佢嘅中文名叫做得意妹。早期 Wendy's 佢係行貴價路線，有得自己揀漢堡包配料，但係當時嘅香港人並唔習慣呢種模式，加上佢嘅價錢賣得比 M 記貴好多，結果營運咗3年之後就頂唔住要執笠，並於1986年撤出。喺1991年，佢再次以雲迪斯嘅名義回歸香港，價錢冇以前咁貴，開創咗之後受香港人歡迎。
高峰時期曾經有11間分店，遍佈於主要地區，例如尖沙咀、荃灣、灣仔、北角乃至西貢等等。佢嘅方形牛肉漢堡包、原個焗薯相當受歡迎，大家當年有冇食過呢？而且佢仲可以攞個杯仔任裝茄汁，真係好爽。Wendy's 標榜優質食材，有唔少人都覺得佢嘅漢堡包比 M 記好食。不過因為佢嘅定位比較高，售價較為昂貴，最終都係敵唔過價錢更加平嘅 M 記。最後於2000年1月3日再次撤出香港。其實佢哋喺美國本土同其他市場總體仍然係有發展。截至2023年第三季，Wendy's 全球仲有7166間分店。如果你依家想食到 Wendy's， 最近就係去日本啦。希望有朝一日 Wendy's 可以重返香港啦。名將壽司，大家聽到名將壽司，心裏邊一定喺度諗：咦，之前你咪介紹過咯？而且名將壽司係出晒名嘅劣食，有咩咁可惜呢？大家稍安毋躁。上次我講嘅名將係佢嘅壽司放題，但係其實名將係唔一定要去打大佬嘅。有部分分店係有正正經經提供日式嘅定食套餐，而且質素並唔差。好似我中學嘅時候，大埔新達廣場就有一間名將，佢嘅午市學生套餐並唔算貴，又幾好食。一個餐裏邊有一碗三文魚刺身，有一個麵豉湯，有個主食，有一個淋咗花奶嘅啫喱甜品，仲會送你一杯台式飲品。印象最深刻係佢嘅咖喱吉列豬扒飯，好鍾意佢個日式咖喱嘅味道，唔知點解喺出邊食唔返嘅。嗰陣有好多學生排隊去食，通常都要等一陣位先入到去，而入邊啲卡位一定俾人坐晒，每次去都只能夠坐回轉壽司個吧台。可惜嘅係，我中學畢業之後，大埔間名將就執咗笠啦。而去到2020年3月，最後一間名將壽司嘅沙田分店亦都結業，只係剩返西九嘅韓日燒自助餐廳。最後去到2024年嘅6月，西九嘅韓日燒亦正式結業。唔知你當年有冇試過名將嘅午市套餐？你又覺得好唔好食呢？加藤屋，咦，又到糧尾點算啊？有加藤屋就冇死啦。加藤屋曾經係香港嘅連鎖日式牛肉飯專門店，喺2015年成立，主打平價而且高質素嘅日式檔飯、火鍋等等料理。基本上好多款式都同競爭對手吉野家非常之相似。佢嘅菜單包括經典牛檔、麻辣牛肉飯，並於秘製嘅牛肉汁裏邊加上花椒，食上去好似麻辣湯底，辣得有層次。而和風咖喱飯亦係另一招牌作，咖喱裏邊落咗唔少嘅功夫，務求要令到咖喱做到甜中帶辣。難得嘅係食物用心，而且價錢又唔算貴，深受年輕人同埋上班族嘅喜愛。喺全盛時期，加藤屋喺九龍新界設有多間分店，包括咗深水埗、太子、荃灣、屯門、粉嶺、太和等等，但係唯獨香港島並冇分店。然而，隨住經濟環境轉差、疫情影響同埋港人不想消費等等嘅因素，導致營運困難。2024年初，分店陸續結業，最終加藤屋喺2024年嘅3月28日全線結業，結束咗約8年嘅營運。加藤屋曾經被譽為糧尾救星同埋平民飯堂，佢嘅結業引起咗唔少香港人嘅惋惜。加藤屋，多謝你曾經幫香港人撐過一個又一個飢餓又孤單嘅夜晚。金太郎，元老級日本餐廳之一嘅金太郎，主打平價又大件嘅日本料理。全盛時期啊，喺多區包括旺角、深水埗、尖沙咀都有分店。金太郎嘅菜式多樣化，提供壽司、拉麵、定食等等日本料理，價格親民，啱晒一班冇咩錢嘅學生、年輕人。與其話金太郎係一間日本餐廳，我覺得佢更加係一間包咗日本外皮嘅茶餐廳。你睇下佢嘅餐牌，有超多選擇，壽司、刺身、拉麵、串燒、燒魚、各式飯類定食，真係可以話你噏得出嘅日本嘢，佢都可以整出嚟。雖然依家想返起金太郎嘅嘢食質素真係唔算係非常之高，但係佢至少賣得平，俾20蚊年費入埋會仲會有額外嘅優惠，而且佢某啲嘢食又真係幾高質，例如好似燒三文魚、穩陣嘅照燒雞扒飯等等。當年讀書同朋友食金太郎都叫做食得開心盡興。年輕人嘅快樂就係咁樸實無華，可惜金太郎始終敵唔過時間嘅巨輪。佢最後一間位於深水埗嘅分店於2019年結業。金太郎嘅離去令人不禁懷念當年約埋個 friend 一邊吹水一邊開心食平價日本嘢嗰種簡單快樂嘅日子。咁你心目中有冇其他覺得最可惜已經消失咗嘅餐廳？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。
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，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、民眾心理等嘅影片，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，幫我哋 like 同 share。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，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。